員工如何打卡？通過閱讀本文，年將了解員工如何完成返工落班打卡。第一部分打卡，員工打卡嘅時候，可通過以下兩種不同操作路徑進入考勤打卡操作頁面。第一種操作，在收銀台頁面，點擊右上方嘅鎖形 icon， 點擊右上角嘅時鐘 icon 進入考勤頁面。第二種操作，在登錄頁面，點擊右上角嘅時鐘 icon 進入考勤頁面。進入考勤頁面後，可搜索需要打卡嘅員工編號。當員工需要上班打卡時，點擊上班 icon。輸入密碼後，即可完成上班打卡。打卡完成後，狀態更新為上班中，並記錄打卡日期。當員工需要落班打卡時，點擊落班 icon。輸入密碼後，即可完成落班打卡。打卡完成後，狀態更新為已落班，並記錄打卡日期。